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新生活期。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交集。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
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心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来唱第一首的诗歌，来学到咱的上帝。上帝。我
耶稣，主耶稣。咱只是来读这段经文，诗篇66篇20节，咱大声来读。上帝应该受称赞，伊毋捌拒绝我的祈祷，毋捌伊的慈爱离开我。阿免。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大声咱来做感恩甲认罪祈祷，咱来感谢有咱的天父上帝。伊是听咱的主，咱所领受的一切，拢是对上帝来，咱着常常来算效上帝恩典，常时来令咱的过错，有时咱有意无意会做毋着代志，求主来赦免怜悯咱，所以无够格的，也求主来原谅咱。这是咱同心出声来祈祷，听咱特别上帝，我感谢到你，你是听阮的主。创造万有的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拢伫地上。主啊，阮来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赦免阮的过失，只要有够格的，求主你来怜悯，看顾我，我在我靠上帝来过日常的生活。全能天父上帝，阮感谢到你，你是万权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要高举你的性命来学到你，伫你有丰盛的性命，伫你有满满的恩典。因为你听世间人，所以你的确要将一切的需要拢享受予我。我要领受主你所来一切的恩典，我要献上我的感谢。只是我要来认阮的毋对，阮的错。求主你来怜悯阮，因为你讲你是公义，是怜悯的上帝。当阮认阮的毋对。你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洗除阮拢总的不义。这是极水的应允，互阮带着信心来领受。求主帮助阮，回头来归应你，一生行伫稳定的道路。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做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会当将咱的心心灵拢交托予上帝，将咱的心内的忧伤、痛苦的事，拢摆列伫上帝面前。也当咱有病痛的时阵，咱就用信心来向主来求讨，求主来医治咱的病痛。你嘛会通将你的手有信心放伫咱有病痛的所在。如果心情若是无够格，你嘛会使将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坎，求主坚固咱的心，也求主来，互咱有够格的疼痛，会使去饶赦遐会伤害咱的人。这是咱同心出声来祈祷。上帝的上帝，主啊，你是阮全人的上帝。求主你做阮灵的主，思想的主，情感意志辛苦的主。我们将阮一切的烦恼拢交托主，主啊，也求主你来医治阮所有的病痛，拢是主你的掌管。阮知只有你会通医治阮的辛苦的病痛。主啊，也求主你怜悯阮过去有伤害阮的，主啊，求主你互阮有够格的疼心来原谅迄个伤害阮的。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全能阿爸爸上帝，阮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伫主你面前，我们将阮心内一切的忧伤、重担、烦恼、甲艰苦的事，拢摆伫主你的脚前。
求主你来背起阮的重担。主你有讲，一切无铁挂路，独独凡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阮所需要的摆列伫上帝面前。就上帝你的平安是搬过人一切所想会到的。主啊，我们献上阮的感谢。只是阮也要为着阮中间有病痛兄弟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甲医治，互因有够个的信心来领受主你完全的医治。求主怜悯因，坚固因的心，互因有够个的信心来倚靠天父上帝。阮也要宣告，一切的病痛伫阮的心上拢无关病。我们带着信心，大声来上帝呼求。就上帝你的医治甲平安就要临到伫我，这是阮所仰望的，这也是主你的应允。求主你照你的心意来行，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阿门。这是咱来为主日守望来祈祷，为咱教会的牧师长职甲所有同工，互阮有合一的心。甲主做伙来同工，互阮所做拢会使荣耀上帝，搁对人有利益。第一，也是来感谢天父上帝，甲教会60周年系列的活动拢顺利来完成。恳求天父上帝借着咱这个活动，加添咱的气力，互教会有更较有能力，会通继续来传上帝的福音。为主做工，会使引带更较侪人来认识上帝。也为着本主日受洗、更新礼、甲信仰个别的肢体，来为因来祈祷，也来感谢咱的天父上帝。今年已经累积新加的会员有63位，这嘛来献上咱的感谢，嘛特别继续来为这个肢体来代祷，互因伫迦南教会会使经历更较侪主的恩典。咱同心阿塔来祈祷，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将甲咱教会所有的中级同工牧师会友，拢排列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赏赐我有合一的心志，有够个有正心，互相配合，伫主你的听内里，做伙来成长。感谢你过去甲教会60周年所有活动，拢顺利来完成。阮所经历的，拢要将这个荣耀归属上帝。求主你保守咱俩甲教会63位新的会友，互因伫主你的听内里，得到激励，逐当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为着教会牧者甲中级长老同工来祈祷，求主赏赐因有谦卑温柔的灵，使用因，互因所做合伫上帝心意，行伫上帝你所喜爱的道路顶面，为主做工，人人尽忠做你好的门徒。我要为着甘教会60周年所有的庆典顺利来完成，献上感谢。互兄弟姊妹甲社会朋友拢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将阮明年的时间也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求主你看顾，互阮会使来对主的脚步来行。今日受洗甲更新礼信仰个别的兄弟，甲过去1年久有63位兄弟，加入甘教会为因来代祷，求圣神坚固因的心，互因会通甲主同死、同埋葬、同搁活，对当以后活出新创造的生命，互因一摆领受得救的生命，嘛会通一生操练得胜的生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阿门。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我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迷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伫长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人事。我又活着一日，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着信靠上主。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43首，世间正人拢着恬静，世间正人拢着恬静，起立吟全首。世间正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逐项稳定伊想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王的王对万里亚生，早前伊捌点定生，主的主人伊对伊想，伊有血也有肉体，将本身做我命绵羊，想思心多情大家，千万天君百列归日，正对先锋的路中，金光降落变照西林，是对天眼跟天东，地下款世消灭高尽，拄去黑暗化光光，天在天云为主他进，你的恶无停止，应是正面称赞无停，大声唱歌乐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基先。这是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主爱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何等美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独一无二的。当阮思想你为阮所做的一切的时，不止你的大能，还佫有你对阮极大的吞忍，阮惊叹无比。你实在真善待阮，也从来无辜负，也是放杀阮。阮来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就互阮的心意，甲你的心意一致，互阮会当为着你来献上应得的荣耀，因为你是阮性命的粮，是阮灵魂真正的滋养。当阮追求俗世的物质甲事物的时，比较常常袂记你。主，请你怜悯饶赦阮，阮实在渴望来认捌着你，找求你，时时以来甲着你来同行，追求虚空的享乐，毋是阮所爱，嘛求你搁一解指引阮，如何照着用时间甲着你一齐来得到满足感。主啊，阮相信，阮的祈求并无有互你来扼杀伫边仔，应该是抑搁袂伫会见的所在。你正伫咧恬静静的为着你的儿女来预备，因此，阮的心悠然欢喜，知影上好的安排拢是出伫你。阮嘛意爱用圣经当中的真理，好好来敬信阮家己，明白听候的意义，经历你信实而且及时的供应，互阮学会单单倚靠你，无三心两意。才会当稳稳来接调你迄个互人得到产业的美意。当爸上帝，时间真紧，今年迦南教会庆祝60周年的活动，拢伫顶礼拜九来过一段落。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慈爱甲着固守，互每一个活动拢带出应神益人的美意。
我嘛确信你的同在充满伫活动中，嘛带来平安甲着喜乐。阮搁一届伫圣殿中大声讲：哈利路亚，荣耀归主。线接教会时间嘛真紧紧伫咧为着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做一下准备，以及2026年的整个教会时间规划等等做协调甲着计划。愿阮谦卑将每一个时间的推动，拢虔诚邀请圣神的同在运行，互每一个学生同工有智慧、才能、安静的心来规划做上好的准备。整个教会时间拢是为着利益众人，荣耀主上帝所安排。今仔日是今年度最后一届，阮甲主你同齐道的日子，感谢主。每当这个时阵，阮想起你为阮拍破身躯，甲着所留的保护，救赎阮，洁净阮的误会的罪，互阮日日有洁净纯洁的性命，阮感恩无煞。阮知，阮还阁有真济无够嘅学习，需要透过着主你所赐的智慧甲着信心，行出美好的样相来荣耀着主。所以愿阮透过共修圣餐，除了再一次悔改认罪，嘛因为主你的应允，被所领受的救恩，经历这一年久的平安，献上感谢，也将头前的路恭敬交托主上帝。阮安尼虔诚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1篇是对诗篇93篇来，启应文21篇，咱三角来启应。上主最王掌权，以用威严做三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用气力做大侠。伊建立世界，世界永远袂动摇。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伊对起头就存在。上主啊，大水哈哈响，大水哗哗吼出大声，大水已经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赢过哗哗吼的大影，赢过大水哗哗吼的声。上主，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你的定义永远圣洁，因为你是圣。这时咱要请天路客诗班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我愿军队伊》，我愿军队伊。我
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提多书2章第1节到13节。新约圣经提多书2章第1节到13节。总是你的教导着符合健全的教义，着劝老人爱节制，有好品格、守纪，着有健全的信心、疼心、甲耐心。你嘛着安尼劝老妇人行为谨慎，毋通讲人的是非，毋通做酒的奴才，着用好模范教示人，才通训练少年妇人人疼丈夫，甲疼囝儿。搁着守纪、贞洁、熬理家、亲切、顺服丈夫，上帝道理，才袂受诽谤。亲像安尼。你嘛着苦劝少年查甫三甫人守纪，你家己凡事着有好行为做好模范，诚恳稳当教示人，言辞端正，无通指责，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家己煞感觉见笑，做奴隶着顺服家己的主人，事事互因欢喜，毋通应喙应舌。毋通偷摕，着事事忠实良善，互咱的救主上帝的教示伫逐方面搁较有光彩。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拯救全人类，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梦。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以上，这是要请咱本堂陈必志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健全的教导，健全的教导。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爱来甲咱即个天路客即个诗班来甲因拍破啊！感谢主因4位加起来300岁用即个英语来献诗真勇敢我想咱的即个比咱的少年的搁较勇敢总是这是一个对上帝阿乐用逐种的语言来敬拜上帝、阿乐上帝。咱伫顶礼拜嘉南教会庆祝60周年特别伫迄天的即个庆典的中间咱来回想咱嘉南教会对开始10周年、20周年、30周年这个相片。40周年、50周年，然后咱伫顶礼拜5的60周年的音乐会，甲顶礼拜日的即个6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相信即个相片安怎继续会当搁会当继续搁甲翕落去对无？所以咱爱期待是搁落去的70周年的即个相片互咱会当每一代上帝来兴起，遮个嘉南教会的遮个真兄弟。会当继续来向头前所踩标来跑走，咱搁一摆来感谢阿罗咱的上帝，先来主上帝，好，咱拍破来感谢咱的主上帝，咱嘛要用祈祷来感谢咱的主，做伙来感谢。谢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嘉南教会经过60年久的时间，看见上帝你的带领甲恩典，通过上帝你所呼召的路卜，也你栽培阮对初信、对毋信到相信，对初信到深信。主啊，你当了阮行这条信心的道路，阮也为着头前将来的70年、80年，甚至搁较久100年以后，也愿上帝你来引带甲祝福，互嘉南教会一代一代拢会当传承上帝你的调面，会当伫即个所在最光甲最严，会当将好消息甲人来分享。愿伫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头前的路站有时阵看起来亲像黑暗，毋知影即个崩空出去到底生做啥物款。总是圣经就是引带咱，互咱会当对即个崩空的内底，看到伫崩空外口到底是生做啥物形。咱咧行即条路，亲像今日即个诗班叫做天路客，就是行即条上帝调咱来行的天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已经来到伫加勒太书的最后一章。总是加勒太书中间讲到基督徒的自由，甚至讲到爱因为信心来称做义，帮赞伫逐时代遮的信仰的前辈，因来掠条即个信心，会当来知影主耶稣，才是咱伫世间永远的盼望。
今日咱所读的要分享即个提多书，提多伊是一个保罗的好的同工，总是保罗甲伊派到伫即个叫什么克里特岛，克里特即个岛，伫即个岛的顶悬，爱伊来伫个所在来传福音。但是克里特遮的人呢，伫主前600年前，因就有歹名声。因的歹名声就是讲，因爱讲白贼，是凶恶的野兽，贪食搁安怎贫惰，无爱做工，无爱做代志。如果若甲你派一个所在，即个全岛的人拢讲白贼，即个岛上的人嘛是真凶恶的野兽共款，甚至贫惰叫伊嘛叫袂行。你要安怎来改变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传福音呢？克里特即个名词，甚至伫希腊文的中间，成做一个骂人的话。你这个人很克里特呢，就是你这个人真爱讲白贼。你这个人足贫惰呢，你这个人足歹呢。克里特即个已经成做一个真歹的名声。但是提多伊叫保罗派伫即个所在，面对遮贫惰歹的人。谁会当甲因拯救？谁会带因改变？克里特遮个人，因就是海上民族，甚至主前伫即马3000年前，因就是加斐特遮个人，就去到伫主前去到伫即个迦南地，就是咱伫圣经中间所读即个非利士啊。所以咱看到遮个非利士人，因就是即个克里特岛移民去到伫迦南地。即个克里特岛是对来，有诶讲是对埃及去的，对埃及去到伫迄个所在。但是不管如何，咱知影保罗也是提到因的挑战真大。保罗安怎样统计伊所差派遮个同工，会当互一个恶魔岛变做是一个美丽岛呢？克里特岛咱捌去过，请举手一个。希腊、地中海，多谢有几位同工捌去过啊？我嘛就想要去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气候真好，厝嘛真水，是一个海岛。即马来去的是一个梦幻的所在。但是2000年前，保罗的福音传到迄个所在，迄是一个无人敢去的所在，是互人气杀的所在。但是保罗安怎样改变呢？今日牧师要来和大家分享，伫提多书保罗所做4项的代志。头一项就是伫即个岛上达成设立长老。我相信即个答案甲你甲我所想的真无共款。设立长老会当改变一个所在，互一个恶魔岛变做是美丽岛。咱做伙来读提多书第1章第5节。我甲你留伫克里特，是要互你处理还未办清楚的代志，搁照我所指示，伫逐个城市选派人做长老。所以保罗一开始，伊互即个提多的头一个任务。克里特迄个岛有4个城，较大的城。保罗爱讲，毋是你一个人伫即个所在，你着爱训练至少有4个长老。然后，互因当去每一个城市，伫迄个所在，会当来定居伫迄个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影响、来改变。这是保罗的头一步。咱伫顶礼拜音乐会，咱有来回想，咱的迦南教会60年，拢总有几位的长老，57位。今日咱的周报嘛，将伊的名，拢刊伫周报的第3页。咱的遮个57位的长老，是咱伫60年来。迦南教会土生土长，家己所生出来的长老，伫咱的长老教会的制度，除了长老是长老，牧师嘛是长老。甲你隔壁讲，牧师嘛是长老。所以牧师叫做 teaching elder， 就是教导的长老。长老叫做治理的长老，ruling elder， 就是牧师甲长老，拢是伫教制来看，拢是长老。一个是负责教导，长老是负责来治理，甲牧师做伙来治理。这是咱长老教会的体制。所以咱感谢主，咱迦南毋是一个迦南的教会啊，咱有真侪人会讲声就讲咱是迦南的教会，迦南教，但是咱是迦南教，毋是迦南教。讲家隔壁讲，咱毋是迦南教。咱是迦南教，
家人向前行啦，吼，爱向前行。吼，所以咱伫即个音乐会中间，吼，咱特别来邀请咱有伫咱的中间，也是会当来出席遮个长老啊，吼，有30几位啊，吼，伫咱的中间来出席，然后来见证，吼，上帝伊安怎来设立遮个长老。互即个城市，吼，不管遮过去有遮个凶恶的代志，也是伫即个城市、即个社区有遮个无好的行为，但是上帝会当通过遮个牧者、甲长老、甲遮个同工，会当带领兄弟姊妹来改变即个所在。第二项，遮个长老设立以后要做啥物呢？就是爱通过因的身教、身教、大心说教。就是爱通过因家己的好所行，因才会当出去传福音。吼，甲你隔壁遐在讲，爱先有好所行，才会当出去传福音；爱先有好所行，才会当出去传福音。身教要先于言教。伫第6集，共款第1章，则讲到做长老的，就无通指责，只有一个某囝儿拢是信徒。阁无人控告是放荡，还是唔顺服？第7集咱做伙来读。教会的监督，既然做上帝的管家，一定就无通指责，无自高，无歹信地，无酒醉，无凶暴，无贪财。好，所以这是保罗甲提到讲，你伫即个岛的顶悬，吼，就去训练在地的人来选出。会当有资格来做长老的，这若要做长老的，上要紧的，就是因家己本身的家庭爱坚固，然后因本身的行为就爱好，信地爱好，甚至第8集、第9集，就讲恁就爱对人嘛爱好款待，然后无酒醉，爱守纪，爱正直，爱圣洁，爱节制，然后就爱用迄个符合教义的信息，吼，就是健全、健全的教师劝勉人。才会当去辩倒反对的人，所以要出去甲人传福音，伫克里提即个岛上，要甲遮贪食、佮贫惰、佮讲白贼人，要甲因辩驳，就是爱互遮个长老拢会当有好的行为甲行达。伫咱今日的即个小组，即礼拜小组分享，要来互咱来分享你一位，你感觉你上界钦佩的长老，来为虾米？然后也是有倒一个属灵的长辈。互你看到因安怎照圣经的来活，因为这是因用健全的教示来劝勉人，互咱会当来受到因的这个好模样的影响，咱会当再继续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第3，保罗爱提到，伫这个克里特这个岛上，爱做才会甲长老做伙来担当，就是要互上帝道理袂受诽谤。第2章第1节讲，总是你，这是对提到的吩咐。你的教导若符合健全的教义，就劝老人是爱节制，有好品格，守纪，就健全的信心、疼心、甲耐心。你嘛着安尼劝老妇人人行为谨慎，毋通讲人的是非，毋通做酒的奴才，着用好模范教示人，才通训练少年妇人人疼丈夫甲囝儿，搁着守纪贞洁。真理加亲切顺服丈夫，上主的道理才袂受诽谤。所以上帝话要安怎传出去，毋是你甲圣经摕去分若定，毋是你将这个更新分互人若定。你要将上帝话传出去，就安怎？对你家己的家庭来开始，甲你隔壁兄弟讲，上帝福音要传出去，对咱的家庭来开始。上帝福音要传出去，对咱的家庭来开始。咱要互人看见圣经的教导教示，就是咱按家己本身安怎样来遵守圣经。圣经讲的话，咱有甲伊信到无？咱有来遵行无？还是甲做参考，左耳进右耳出，拢无咧遵守？安尼咱是要安怎教人来传福音呢？后壁第6集嘛是讲着共款的，到第8集讲，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啊，因为咱将圣经的话照起工来行来做。提到是保罗所引出的外邦人，伊毋是犹太人，伊本身伊是第1代的信徒，伊无受割礼，甚至保罗讲伊是真正做我的囝儿。咱知影保罗无娶某无生囝，但是伊福音内面所生出来的囝，提到提摩太、腓利门，拢是其中的一个
拢是其中的吼，即个腓利门书迄个逃跑的迄个奴隶叫做啥物？煞袂记，反正即三个就是保罗伊讲的囝，吼是三个即吼。然后呢，保罗甲巴拿巴头一摆去耶路撒冷教会伫辩论的时呢，提多迄阵就甲伊做伙去啊。然后辩论了，第二摆出去报道女迄阵，提多拢一直缀伫保罗的身躯边，诚做伊的好的同感，嘛是伊属灵的囝儿。甚至保罗伫即个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阵，拄着阻挡，甚至哥林多教会就一万分保罗的事呢，保罗煞家己无法度处理，互咱对哥林多前书甲哥林多后书知影中间佫一个第三方的批信，保罗无法度处理，但是派上去，派提多去，提多去有处理好势无？有处理好势。所以咱听到即个哥林多后书的时阵，看见讲即个问题解决啦，提多吼伊会当来替保罗解决迄个真处理烫手山芋，甚至佫将哥林多教会的奉献载到耶路撒冷。伫保罗的最后一封批信提摩太后书，提多吼嘛是伫迄个名嘛伫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伫迄个所在来出现。所以，伊是保罗所训练终身的奴仆，缀伫保罗的身躯边。总是保罗对伊的要求，就是总是你的教导要符合健全的教义，就是你要出去传福音，你家己本身就要有好的行为甲好的见证。伫现今的时代，通守纪正直，甲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保罗继续讲，做奴仆就要顺服家己的主人。虽然迄个时代，这奴隶真可怜。永不得翻身，但是保罗爱提多甲因劝勉，虽望恁的身份命运袂当改变，但是只有主耶稣，就是听叹主耶稣的话，做恁最应该做，来好好款待恁的主人，恁的顶司。上帝就会甲恁同在，用稳定来甲恁训练。所以12节，好，咱做伙来读。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迄个时阵，伊想讲啊，阮无效，阮扣教，阮已经伫即个所在，吼，命就是安尼。但是保罗爱提多甲因训练，用健全的教义，不要向命运低头，好，不要向环境低头屈服，恁就爱倚靠主。伫主的恩典内面，照起工来行，上帝话绝对会来改变你。所以克里特岛到今仔日，诚做地中海希腊一个国家的一个岛屿，诚做一个伫地中海一个观光胜地。伫迄个甚至迄个岛上，有提多教堂伫迄个所在，来证明讲提多伫死去的时阵进前，就已经来翻转即个岛上。人对因的几百年的这个歹名声，这个非利士人的后代，伫迄个所在的歹名声，上帝改变伊。所以这张相片是咱昨这个 A2 第二期 A2 的这个结业式啊。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开始来上这个 A1， 你来上这个 A1 初信造就，就当继续来上这个 A2， 叫做啥物？长大成熟。这个长大成熟，就亲像保罗对提多所讲的，伫稳定的中间训练咱去杀遮无敬虔的生活甲行为，互咱当伫这个世间来受积极、正直甲敬虔的生活。所以结论来看，上帝爱咱充分，这是保罗所讲的，运用咱的职权。14节，也这个保罗对提多继续安尼讲，基督为着咱献家己。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互咱伫伊诚做伊纯洁的子民归属伊，热心做好事。15节咱做伙来读。这个事你着讲，着劝勉，充分运用职权，责备人，唔通互人看轻。这个职权提多，伊讲，我是宣教师的，我来到这个岛上，我是一个宣教师的身份。爱甲我尊重，伫迄个岛上无人甲伊信道嘛，无人插伊啦。遐个人拢讲白贼的，但是提到讲即个
保罗甲伊讲，你即个职权，你是做使徒、做宣教师来到即个所在，这是上帝甲你的呼召，你就要充分来运用，甲上帝祈祷，甲上帝求。总是着人甲你反对的时阵，但是你毋通看轻，用你健全的教义来甲伊影响。顶礼拜，咱的即个感恩礼拜，互我真感动的，就是咱拜五音乐会市长有派伊的专员，全程来参加。礼拜顺，咱嘛有即个咱的同志的市议员、甲立委，嘛来做伙来关心。虽望也无机会甲咱做伙来礼拜，因为因的时间来去，但是因来的时阵，拢真肯定咱嘉南教会设教伫即个所在60年。佮看到咱的运动会，甲即个园游会，办甲遮尔啊热烈，遮尔啊好势，伊嘛安尼真甲咱学乐，特别是即个立委，伊嘛讲，伊的妈妈嘛是水上长老教会的会友，总是嫁互因的爸爸外省人以后，就拢无过去教会。但是即个立委讲，伊的心内面嘛是信耶稣的啊，所以伊就加我的来，所以过当天，我就去用选调即个。8.1区的，咱中会8.1区的区长连任，我佮甲即个立委讲，阮8.1区明年想要办一个联合的礼拜，有想到几个所在，立委甲即个市政府的即个专员会当甲阮推荐无？伊就马上甲咱推荐，甚至迄个立委透早7点外就敲电话来，讲牧师我甲你报告一下，我已经去联络即个体育局的局长。看即个桃园巨蛋会当来招我。讲即个桃园，但是呢，因为桃园巨蛋即摆在征收爱到明年4月才会完工但是伊嘛玩啊真认真，我相信这嘛是上帝甲咱来开一条路，互遮个虽望还未入教会，但是通过咱的行为、咱的见证、咱合一的即个行动。会当来为主耶稣做真好的见证。即礼拜，咱的南门市场拄着大火，南门市场甲咱嘉南教会平做伙，差不多拢是60年总是咱伫即个中间有真侪兄弟伫内面做生理也是咱有厝边嘛是咱逐工真侪拢兄弟逐工爱去的所在。咱们市场拄着即个大火时阵，咱真正是恶影，毋知会当做甚物。但是，伫祈祷会了，牧师进去看即个会友的店，牧师伫遐加头章的，有去小去无？加载是无。然后，佫有过当天佫去看时阵，知影讲有真个烧甲真厉害真正拢烧甲密密麻麻，迄无法度佫做生理。所以嘛，通过咱的即个小组，也是通过咱内面的兄弟，来讲，咱的教会会当来申请即个急难救助金。即个急难救助金毋是咱教会因为咱教会友爱基金，也无够遐济钱。但是咱会当甲即个1919基督教救助协会，即个急难救助金，伊有一条3万块，上悬3万块，会当来申请，所以昨呢，昨就有2个头家娘一个是卖即个内衫，一个是卖衫，就拢来到伫教会来申请因来的时阵，真正因的即个。才知影讲，真正真严重因为因的货因的即个真侪遮的拢做一个做10几年，一个做要30年，拢伫内底，因的即个所有财产拢伫内底，即些连做生意嘛无，要换所在嘛无，甚至讲真侪遮的故事但是我伫即个所在，就是讲，咱除了为着咱即个厝边来祈祷，咱嘛当来通过即个1919的急难救助，咱会当来邀请如果你知影，伫即个咱们市场有倒一户，有倒一个担，因若有需要的，嘛会当来请因来甲教会来联络，咱会当来甲因申请，至少互因伫头几工甲几礼拜中间，因为当有一遮的所费，会当重新佫开始。咱毋知影这代志当时会当来开始，即个市场，但是咱嘛祈祷，遮的咱的厝边，会当真正来，因为安尼危机成为转机，
因有机会头一摆来到教会，嘛有机会会当来听到福音，会当接受主耶稣成做生命的主宰。阿门。最后，牧师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哦，这是牧师今年要来参加这个1919急难救助骑脚踏车的环岛。为什么1919会当来帮助遮济的家庭？因每一日都爱募4000万呐，4000万。那个宜韵把那个音乐先把它关掉，不是，先不要放，你先把那个背景音乐先关掉。好，1919为什么逐年会当帮助遮济？就是因为因每一年拢爱募4000万。好，所以牧师嘛有一个扩大，嘛爱为这个1919来募10万块啊。好，所以我的想法是讲，好，我要来找100个人，好，每一个人能够奉献多少？1000块，好，安尼就当来达成。这1000块，好，100个人拢总10万块啊。好，但是伫一年内面的这个急难救助内面，好，4000万，好，只有400%啦，好，只有占400%，好，但是煞有机会会当来帮助临时熊出问题，好，煞需要帮助的人。好，咱做伙来看一个短短影片。环台的木团勇士陈国志，1919单车环台是1919爱走动。宜韵，你要把那个救助计划，有那个谁主任主任帮忙一下。我们将连续第21年。他的那个背景音乐要关掉，电脑不是要到电脑那边。先跳出来，他的背景音乐关掉，再来放影片，不然那个音乐会盖过这个影片的声音哦。所以今年牧师有甲小会请假，嘛甲教会请假，要用15天的时间，要来徛这个环岛，甲募款，拢总有38个，38个若募一个人募10万块。连续第21年启程，安尼就400万。38位全程勇士与18位接力勇士，将从12月20日出发，以15天顺时针骑乘1300公里环台1周。深入100个乡镇，探访30个1919服务中心，为急难家庭筹募救助金。22年来，我们已帮助超过17400户急难家庭，不止金钱，更有心灵的陪伴。经济越不景气，越需要有人伸出援手。邀请您与我们一起陪急难家庭撑过人生最难的一段路。1919爱走动。捐款请搜寻1919单车环台，愿上帝赐福您。如果咱有要来支持啊，会当用顶悬的 QR code， 牧师嘛会伫这个小组的群组啊，来上这个捐款的连结，5万咱会当通过小小的1000块，咱有可能就当来帮咱，伫咱的厝边，甚至伫这个南门市场，才会头家娘。健全的教导，保罗爱提到，去改变这个恶魔岛。伊用的方法就是来通过这个长老，这个长老就爱身教，带薪来说教，爱有上帝道理无受诽谤，就是爱将上帝话读入去，搁行出来，甚至伫每一个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安尼充分运用上帝互咱调面甲职权。咱就会当为上帝来做工，会当改变咱的环境，改变这个世界。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嘉南教会60周年，也设立伫嘉南教会有57位的长老。阮相信头前将来也有更较侪的长老，要伫嘉南教会中间受栽培、受训练，也求上帝使用阮每一位，都当成做上帝你的福音的见证者。互阮每一天所读的圣经，阮早起所听到这个中集甲阮所分享上帝的话语，会当成做阮的帮助，嘛成做这个中集因家己生命的帮助，互上帝话成做阮脚前的顶甲路上的根，嘛当照光伫桃园这个所在，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80首，专人独一的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这即是牧师的圣礼典。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咱今日有新年洗礼、更新礼、甲信仰告别，咱内心要来举行新年洗礼。今日是为新年洗礼是邱瑞贤，请瑞贤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唱信诗354首的第1节。咱人既然大做出世，就小魔鬼个天之义，照天意断着受刑罚，我靠家己袂为逃脱。阮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耶稣对世人中国话了后，也未上天大声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核心，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甲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有听到有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赦免，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是归伫恁甲恁的子孙甲拢总远的人，就是今仔主上帝所召咱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阁受洗礼。但我也要对邱瑞贤来吩咐讲：瑞贤，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要成做你的罪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信心得着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邱瑞贤，当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也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问题。头一个，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有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请来台上，跪在十字架的前面，双脚。好，咱做伙讲阿门。好，邱瑞贤，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请起立。好，请回。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诚信。搁愿你的神甲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邱瑞贤，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瑞贤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也求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用恩典赏赐予伊，互瑞贤姐会当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底。当伊拄着试探的时，求你来保护伊，互伊会真正信仰的好真正。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互伊甲伊的全家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个人对今日参加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也赦免阮，当阮离开你的路，开强阮所领受洗礼恩典的时，求你帮助阮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拢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阮的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瑞贤姐，请先回座。好，稍等，咱家做伙来介绍。第二个，咱要来进行是更新礼啊。今日咱有3名的更新礼。
好，咱要请伊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唱第354的第2节。上帝上帝一大恩惠，计算咱罪已行累，圣经替咱担当罪过，信息关灵甲咱感欢。即马徛伫咱的面前，有3位兄弟，陈允杰、廖诗涵、廖伯成。恁细汉的时阵已经拢受洗礼，今日要来行虔信礼，来告别恁的信仰，通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陈允杰、廖诗涵、廖伯成，恁细汉的时已经伫教会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做伊教咱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当恁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恁的父母替恁个别的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予伊，也要重新来誓约服侍伊。主耶稣有讲，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天里的爸面前来认伊。所以牧师要劝勉恁，就来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咱众人的面前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问题。头一个，恁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是你的救主，信神是你的保惠师，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相信耶稣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有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主，一世人行主耶稣的道路，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有啊无？陈允杰、廖诗涵、廖伯成，恁细汉已经受洗，即时今仔日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你创造教会伫地上，佮应允要保守教会伫到世间的路尾。阮感谢你，今日允杰、诗涵、伯成，这细囝，你伫因身躯顶的恩典，互因细汉拢伫嘉南教会做小儿的洗礼，也即马大汉，因起来要来坚固因家己的信仰。阮感谢主，阮也感谢你。通过因的父母对因的信仰的栽培，互因欢喜来成做一个基督徒，一世人来跟对你。主啊，我也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只是要献家己的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因，当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来领受主耶稣的身躯甲保护的时，求你也互因恩典有份伫主你的疼痛内面。也求主信神保惠师赏赐顶面来的气力，点伫因的心上，互因永远拢属伫你，日日来进步。阮安的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请回座。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介绍。这时咱要来举行信用个别，咱赶快要来唱354首的第3集。今日咱有2位的信用个别。好是林义胜，好甲林耀宗，好，咱做伙来唱第3集。三位一体，甲咱利用，所以受气，请咱做相。虽人心性是花嘅血，带到天堂，万福丰盛。好，义胜兄甲耀宗兄，好，拢是已经受过洗礼，好，无踮伫长老教会，好，总是因拢欢喜，好，要来参与，好，进入伫长老教会，所以咱要来邀请耀宗兄甲义胜兄甲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要做伙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咱要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请。
万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精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日计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各定军伫本地，令当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五万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天神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书，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好，咱请义圣兄甲耀宗兄来向后转，马请拄只受洗坚信礼的兄姐来到台上。好，咱今日往嘛有这个会员专辑这个三盒谢三盒马请来到伫台下顶咱要请咱的小会员来握手来加入与会他参加华语所以咱这场无。咱请咱的小会员来到伫来前来向因来握手来接纳。再往右一点点。好。副村长老，迄兄，对，迄兄，先来请那个属灵同伴跟小组来送花跟赠送教会的礼物。在送礼的时候，牧师也来介绍邱瑞贤他20年前就来江南教会去过了4间的教会都没有受洗。那在今年那他去年参加松大那他也在小组里面接受邀请才受洗愿意接受洗礼那他的儿子怀民也把会籍从桃园长老教会转来迦南教会。我们拍手来欢迎邱瑞贤。我应该从最左边来介绍
那谢三和，好，他是大溪长老教会受洗长大，好，那大溪长老教会找不到他70年前的受洗的资料，好，但是他现在他住在大同西路，好，离教会很近哦，好，我们也拍手来欢迎，好，三和，好，那。这个伯承好是这个伟峰好跟诗涵好，诗涵是姐姐哦，不是妹妹哦。好，伯承是弟弟哦，不是哥哥哦。好，伯承好是这个伟峰跟淑美好，淑美的这个美淑啦，美淑好，美淑的儿女啊。好，那伯承现在是读医专好，然后诗涵现在是读中原大学好大3，我们也拍手来欢迎。然后允杰好，跟世涵伯承一样，都是郑正人牧师的时候小儿洗礼在迦南教会。好，他的爸爸是陈柏志，好，妈妈是赖静怡，现在是就读淡江高中3年级啊。好，我们也拍手来欢迎。那林耀宗兄好，在迦南教会也超过26年了，好，30年了，好，那他是这个金流姐的先生啊，好，那他是台北圣教会受洗，好，但是他在这个看到金流姐成为小组长开始服侍，好，他觉得他也要一起来跟金流姐一起来服侍，好，所以明年他要成为金流小组的副小组长啊，我们也拍手来欢迎。另外耀宗兄的太太金柳跟他的女儿芷萱，好，今年都选上执事啊，所以明年要成为迦南教会的执事啊，感谢主。好，再来是下个礼拜就87岁的林义胜兄哈，好，那他是在疫情的当中在线上的教会受洗礼啊。好，但是他家住的离教会很近，好，就在旁边的第一银行，好，所以他几乎常常都可以走路到教会。好，那他的女儿，好，绯闻也请你站起来好吗？好，绯闻老师，好，已经在迦南很长的时间了。好，那应该要叫绯闻传道了。好，他现在在东华大学任教，也在那边开拓教会。好，那他一直想要早点退休，能够回来陪爸爸。好，所以这个看到义胜兄好能够受洗啊，能够来迦南教会，我们也拍手来祝福义胜兄。好，那我们要来拍个合照。好。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恭喜，好，来欢迎，好，请回。咱这个时阵要来举行圣餐，请咱做伙来唱圣诗355首，咱要唱第1集甲第3集。愿得主旨甲主这都专心来听你的话，赞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伫栽培，伫高圣经信仰故事，你关心来做模范。甲愿同家一心恩下，主啊，你大为团，主必信心，掌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听伫心里热情欢迎，收看去美世双向。一道骄傲无搁困乏，破坏人类的和平。当我甲你天使心道，欢喜而乐因无停。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小弟伊教会陪参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请注意听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
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保罗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生肉伫我的血色日下，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亲爱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白管，也信白者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的保惠。对伫你的恩典的帮站，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忠心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做伙起来捧饼甲捧杯。咱摕到饼甲杯以后，咱先来摕咧手的，咱做伙才要来领受，咱会当先来为咱家己祈祷，用感恩，用俄乐，感谢主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也感谢伊拆开信心保惠书，互咱会当伫主的听内面来救赎。成做新创造的人。如果咱的身躯有带病，也是咱的心头拄着艰苦、恶担当的事，咱要当通过这个时刻，求主耶稣，伊甲咱同在，互咱通过咱所要领受耶稣的身躯，甲耶稣的保惠，会当来医治咱的病痛，透放咱身躯的艰苦甲重担，互咱当来就近伊。会当来得到主的恩惠甲恩典。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立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耶稣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嘛讲，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的人，着就近我，我要互恁通得到安息。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血色里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
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耶稣的身躯，咱食的时阵就来纪念伊，来纪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的约，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请咱做伙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因跟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甲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咱的感恩。阮伫天的爸，阮满心感谢你，你赏赐阮有平安甲喜乐。特别感谢你听从阮，陪伴阮甲咱教会经过60天。伫顶礼拜有真美好的感恩音乐会、纪念礼拜甲运动会，互阮会当继续做伙敬拜阿罗你无煞。阮生命一切拢是你赏赐，所以阮要学习，要来献上以撒，将阮生命所爱的拢献伫你的面前。求这的金钱以及阮的生命，拢照你的旨意来使用。阮安尼恳求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报告大声，咱来欢迎咱有一对夫妇哈，尤振宏、高碧玉夫，在楼上好，我们拍拍欢迎哈。好，请坐。那再一位是陈淑清姊妹，伫后边哈。拍拍欢迎。好，接下来咱来报告，小叶，60周年迄个活动已经全部拢来完成吼，感谢所有的同工参与，甲嘉南教会所有的会友同齐来参与，咱将这荣耀拢归予咱的天父上帝。搁一摆拍拍啊！咱所接有一段的影片，咱来欣赏。再大声一点。感谢天父上帝过去60年的带领吼，咱所接来报告总务部的总务消息吼，买迄个圣诞歌的会友，请伫49号1楼吼楼骹
来登记，登记到11月23日截止，那一个是20块。崇拜部消息，新任的中级有训练，伫本主日的下昼1点，伫49号2楼这个所在来举行。敬拜部门消息，发挥小组定期会伫本主日同款是1点伫4公里教室。上台的讲座时间是11月12号拜三10点半到12点半。主题是对做梦来了解人的性格。讲师是王英义牧师。过来总备部消息。7月到9月照册有达标准的有6本的是黄小荣，3本的是杨荣惠甲庄雅竹，这拢有迄个礼券。过来真重要学生同工的退休会，时间是11月15号拜六9点半到下晡的5点，请新旧任的中级区长、组长、甲校长、甲队长、干事、学生同家拢来参与。伫11月12日进前爱报名，会后有迄个自餐。上新2026年第一季的新安讲，请小组长来统计数量，甲迄个全家人执事来登记，11月30日进前。过来教界消息，地中妇女部有一天的旅游，是年会甲欢庆70年的感恩礼拜，时间是12月6號。报名费是900块，请甲处理长老来报名。过来，咱来为着咱11月的生日的会友来庆生。咱请11月生日的人，请来头前。伫迄个咱的酒部第2也有到头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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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非常的踊跃咱的酒部拢总有62名，伫11月生日的这受请，咱今日台前徛咧这嘛有10几位咱会当来做伙咱的野手，好不好？举手来为他们祝福，来为因祈祷。请来全力的拜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伫教会中间这个月有62名的兄弟来庆祝因的生日。无论因年岁大还是小，无论因认捌主偌久，总是主你对因的听是永永远远、久久长长，也永远无改变。愿上帝你也施恩祝福伫因大人的心中，互因有健康的身体、平安喜乐的心神，也互因出也平安，入也得到平安。拢有上帝你的福气来军队因的脚步，也祝福因手头所做工课，拢有主你来坚固。愿上帝你也甲因同在，阮同齐伫主面前献上的感谢、祈祷甲祝福，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再来拍破来给伊恭喜，恭喜恭喜！请坐。所接咱来读金句咱来读2摆，提多书第2章15节，咱做伙来预备来。这事你着讲，着发面，充分运用职权职备人，唔通互人看轻。提多书2章15节。这事你着讲，着发面，充分运用职权职备人，唔通互人看轻。提多书2章15节。以上。这是咱的严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吟全首，吟诗说，请陈牧师来祝祷。
阮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甲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查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无愿中做坚定，对错迄绝是袂人，这是我人生的情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送到伫地，互恁本身有好的行为，会当用健全的教义来分享福音，引带人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倒。那么，那么。